歡迎收看猴哥觀象。今期同大家分析小米集團嘅日線走勢。從形態嚟睇，股份而家處於下降通道之內。4月30日，股價跌至前期支持位28港元後出現弱反彈，為觸及上壓線32港元後再度走弱回落。5月26號，股價跌穿早前收斂三角形下緣30港元，當日收市報29港元。如果短期之內未能重新重返三角形區間，股價有機會進一步下試28港元嘅支持位。與此同時，公司今日公布規模200億港元嘅回購計劃，呢個消息屬於正面利好。不過股份目前同時受基本因素同技術走勢雙重壓制，利好消息難以扭轉短期弱勢，建議持倉嘅投資者保持審慎。本期內容只係市場意見分享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金融市場存在風險，請各位投資者理性判斷，審慎決策。多謝收看，記得點讚同埋關注我哋欄目，我哋下期再會。